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咱讲新增加的案例有19例，拢是境外移入。目前全台湾拢总是235例这个病例数。伫新增加的这个病例内底咧，咱看到有伫英国学校读册台湾学生群聚感染的这个情形。另外咧，有埃及团这团员致病案例，目前已经累积到10个病例数吼。另外，咱嘛要关心到伫咧空服人员这块啦吼，有一名这个空服人员飞去美国，休困无几日，搁飞去印尼啦吼。咱看到倒来了后，人无所看这个致病这个案例，空服人员致病这站病例哦，昨咱嘛看到有这个2个货机技师胃着病啦吼，所以伫航空业备受关注啦吼。今日陈时中部长伊嘛讲吼，航空业这个机组人员也唔免这个14天居家检疫啦吼，只要排班让5天啦吼，就会使继续来服勤。这个措施无要改变，但是侪人就开始烦恼讲，这是不是会变做是防疫的这个大浪棒？另外，咱要带大家来关心，就讲第2批这个武汉专机登来台湾的台商哦，经过14天的检疫，今日返点的时阵已经解除这个隔离啊啦吼。咱嘛听到这个湖北省今仔日这个解除封城，武汉市咱昨嘛讲过是4月初8要来解除啦吼。但是咱要来讲，这个解除封城定义到底是啥物哦？因讲哦，疫情有放缓到什么程度，咱嘛要好好来注意啦吼。因为过去咱讲中国自过去拢无清楚这资讯哦，嘛看到因中国官方媒体嘛对外咧报道讲哦，任何有去境外若要转去甲北京中国公民，犹原爱集中隔离14天啦吼，嘛来做这个病毒的这个检测，嘛显示着讲这个中国疫情也有这个传开这个风险。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也有这个上百名台湾人，哪有可能用亲像这个线客方式登来台湾哦？所以行政院即阵嘛讲，未取消伫武汉这个部分吼，这个台商这个标记啊，爱用另类包机这个方式，甲因接到登来。今日咱嘛讨论着讲，这个奥运已经确定吼，要来延前啊吼，延前一档啊，对台湾吼，也是讲对全球这个体育界是虾米款的这个影响？今日做伙来对话。这部电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前卫生署长涂胜铁。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要邀请江滨秀团，伊这个病院咱看到新陈代谢科医师肖立伟。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再来要邀请到体育主播，咱看到钱定远。主持人大家好。是哦，咱今日嘛真正吼，真欢迎咱3个吼，要补充就是讲吼，今日咱讲的是这个。病例这部分哦，但是咱嘛会讨论这个体育界啦吼，因为咱等下嘛会讲到这个过去咱讲主播报这个体育报遮久啊，这回受到影响嘛是真济啦吼。我嘛是受害者嘛是受害者啦吼。所以这个济部分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但是首先咱要搁转来看，就是讲19个这个病例拢是这个境外移入啦吼。今日咱看到有这个英国学生读册。这个胃着病啦吼，尤其是4月这个同学啦吼，另外空服人员一块啦吼，咱要先去安怎解说讲，其实咱看到自迄天咱讲吼，这个禁止外国人入境，济人吼，亲像这导南安尼，全球疫情拖到遮尔严重，拢倒转来咱台湾吼，其实防疫这块做了安怎？咱即马真应该讲真安心的讲，好佳在拢是境外移入啦吼。那但是这个境外移入愈来愈侪嘛吼。当然，今仔日19个吼，拢即马是20个上下啦吼。但是若阵等来人数做分母来讲吼，事实上是有较侪啦吼。有较侪这比例较侪是合理的，因为即马欧洲一直还在增加，美国增加遐紧，所以咱即马等来吼，为这个欧美等来吼的人吼，感染的比例假设一样，咱等来的人内底有感染人一定较侪嘛。所以这咱本来个预期咧讲。会增加，当然前礼拜一礼拜内底有几百个以上，咱即马出拢20个安尼咧变化，这是算稳定啦那也可以预期啦。其中就是讲拢总几乎啦，几乎大部分拢是境外移入的那表示讲咱要无这个社区的散布的感觉啦当然境外移入，伊嘛有可能。内底有迄个无症状感染的咱嘛查袂到还是讲轻微症状还是讲伊想要骗的，怎食退烧药啊还是伫潜伏期的，佮要不要发病的，安尼你伫机场就找袂出来啦。所以咱即马开始有想要讲，甲3月10几到即马为止的啦从7、8，咱要佮甲查看嘛咧可是讲今仔伊讲已经等于到厝里有症状，伊无去报，安尼咱个主动叫伊爱报安尼啦。
所以即马so far so good 哈，即马会使讲到目前为止腰算还好哈。当然即马因为有一寡无症状的嘛，潜入期的入来，咱要去小心。是占福期吼，爱特别来注意啦吼。所以咧，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这个陈时中部长吼，针对今日境外移入的这个案例，各做一个说明嘛。另外有一个新的这个措施啊吼，就是讲这个伫室内吼100个人以上，也是讲伫室外500个人的这个活动吼，拢爱来做取消。咱先来听陈时中部长安怎讲。今天我们要公布的有19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没有本土的个案，是7男12女，年龄介于10岁到60多岁，那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了。在机场就采检拦截的有7位，那居家检疫的有10位，居家隔离的有1位，那自己去自行去就医的是有1位。指挥中心这边是具体建议从今天开始，然后室内超过100个人以上，室外超过500个人以上的这个公众集会活动，我们是建议要停办，然后来减低这个社区感染的风险。是哦，咱今仔讲到这个19个例吼，其实拢是这个境外移入，但是咱嘛有讲到一个重点吼，就是讲这个技术啊，是讲这个康复人员这个部分啦吼。咱讲伊过去啦吼，伫咧这个3月11号哦，其实有到这个美国飞转来了吼，浪工啊吼，3月15过去1年，这个复健的时间其实哦有出现这个发烧啦吼，然后疼啦，全身躯安尼酸酸啦吼，这个筋膜啦、关节拢是安尼酸疼吼，伊家己去就医啦吼。另外咱嘛头拄有讲到。这个陈时中部长又讲哦，这个机组人员即阵是唔免这个14天的这个居家检疫这个部分，伊讲只要你排班啦吼，有5天以上这个让旁都会使了。但是这对这个防疫有啥物影响？这个机组人员啦吼，就是讲这个 pilot 啦吼，机师也是讲这因飞来飞去嘛，是，实际上因嘛是有迄个危险啦吼。咱即马讲上危险的是啥物呢？当然是真便坐迄个游轮伫内底接触足侪接触频率真悬。过来就是飞轮机，长程的飞轮机，这是危险。飞轮机内底啥物上危险呢？就是伊的变速，变速大佬去，所以这边转来吼，有一寡学生囡仔，穿尿布，我包掉了穿尿布吼，就是讲唔敢去变速，因为变速是上侪人去，上垃圾的。即使无症状的人吼，有当会去清痰一下，去整理一下，摸来摸去，所以厕所上垃圾。所以这个空服人员吼，虽然伊讲有去美国，那美国若转来就是10几天的这个潜伏期吼，较长一点。平均咱即嘛是5.2天啦，5.2天，一般是3到7天，也可以到10天。长一点也可以到14天啦，但是现在是平均是5.2天啦，所以有可能去印尼感染，较有可能。但是印尼伊是去对，搞不好伊嘛无去对，讲去旅馆，对呢，伫印尼哈机场，甚至转来伫台湾，机场的厕所也是上垃圾的吼。机场的厕所因为无法度通一直随时一直清嘛，当然因定来做认真清，但无法度通随时清。那有一个，有一个入去了，伊扫一个，还是整理一个。所以吼，大家人若准坐飞轮机，当然即马是尽量无啊啦吼。上重要的，毋是讲你坐伫飞轮机顶危险，是你去变数迄阵上危险。所以一定是讲袂使用手，你毋通我较紧洗手，洗了咧，摸东摸西，又去摸着，去摸着片仔，安尼就无啊。所以这个是讲我摇啦吼，伊是可能伫机场，台湾的机场，还是迄个。印尼的机场，美国机场嘛有可能。美国機場有較遠一點點。你講伊3月11吼，3月7八甲3月11轉來吼，伊甲3月22才發病。10天啊嘛，10天相等呀，有較長一點嘛。是，所以這個按算可能也是台灣，也是印尼，這個得病、胃病。若有可能是社區感染，可能還是在機場感染。機場來啦吼，所以也算會上控制得對啊。還是講比較較安心，講伊若陣伫找攏完全無來源，咱就是講社區感染，咱會較緊張啦。當然伊喺看伊嘅接觸者啥物人安尼，但是若陣我要是伫機場感染較濟。了解，所以咱要帶大家來看講，其實咱慢慢遐行行啦，台灣的這個病例數，境外移入的，咱看到自3月15，加咱看今日咯3月25，攏總11天的時間，
过去咱讲3月15迄当阵吼，这个进前3天啦吼，其实这个有零啊吼，3例安尼豆豆增加。尾啊，咱看到咱台湾嘛强制吼，这个外国人士袂使回来，嘛看到全球疫情咧传，其实这个台湾人都回来咱台湾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看到3月15迄当阵是59例尔，豆豆增加哦，咱看3月20啦吼，迄当阵增加到135例，即阵。加100例吼，3月25，按差不多小连续才6天尔，搁加100例啦吼。这个病例数虽然有增加，但是咱看这个197例拢是伫这个境外移入啦吼，38例是这个本土，所以本土这个也无看到这个扩大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台湾真正也免惊吓。但是另外一个案例，咱要来看吼，就是讲全球嘛这个部分，咱嘛其实有了解到吼，就是讲有人去食物件，食无啥物味。也是讲闻物件闻袂到味啦吼，这个镜头嘛有。其实咱看到这个3月24的这个案例内底哦，案例第206例甲207例哦，其实伊唔闹是这个脑后疼，搁加扫，真正嘛是有亲像头拄仔讲哦，这个食物件无咸正，另外这个207例，伊是这个鼻无，搁这个嘛是这个食物件无咸食啦吼。今日出现这个案例225例吼，这个是本国籍的吼，伊伫英国转来吼，伊嘛感觉食物件食起来可能是这个食物件真正是这个变差啦吼，口感嘛变差，是讲真正食无出来这个味啦吼。这嘛是新的这个新冠病毒其实这个咱这个新闻片段内底嘛看到医师建议讲，若有一款镜头。爱先去看医师啦吼，因为过去咱讲可能是这个发烧、脑后疼，临床上咱有看到，有啥物镜头无？好，即马就是讲吼，咱对较一开始迄个武汉肺炎咧开始进展的时阵，一直咧掠讲，我有啥物镜头，是毋是我就去感染着？是。一直咧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就是讲，即马咱陆续一直做调查以来世界各国一直公布这病例的迄个变化来讲，其实你总共一个患者来，上济就是讲伊发烧、伊嗽、伊流鼻水，也是伊讲对脑艰苦。这个镜头你讲起来，你若讲毋是伫这个时阵啊，医生就讲你感冒啊。所以老实讲，真歹掠讲吼，有一个足特别的物件吼。这些就是确认你就是含这个新冠肺炎是连做伙的。所以即马是讲，这是一个足新的一个足特殊的发现。所以你讲这个食无味、鼻无味，这就是一个足特别的，因为其他的感冒未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讲有这个即马佫符合讲咱这个时期有这个肺炎咧流行的话，当然这是要真爱甲注意，就是讲安尼有可能就是啊。是。所以咱讲吼，这个食无味啦吼，其实这个过去咱讲这个流行感冒，还是讲其他的这个较特殊的这个病症是完全无共款吼。食无味鼻无味，这嘛是真奇怪一件代志啊。咱看到其实这个 NBA 嘛有一个球员，其实嘛是安尼鼻无食无味啦吼。这嘛是有这个案例，咱看到新闻顶出现啦吼。前阵刚有看过这个新闻。有。就是讲，伊唔知影食的物是啥物口味啊？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毋那是咱台湾这个案例啦吼，其实这个中国这个病例内底嘛有看到这款情形。另外，咱佫讲到这个中国武汉肺炎啦吼，这个起源地也是讲这个名吼，要安怎好，咱昨嘛有讨论，但是今日上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4月7日武汉这个所在。要来解除封城啦吼，今日咱们看到讲第2批这个包机，今日已经是14天隔离完成啊。但是咧，这个武汉真正是疫情控制了好势啊，因要安怎回来？其实今日行政院嘛做一寡指示，咱做回来看。等真久，25号早接到解除隔离的亲人的车，一个离开南口、桃园，或者是宜兰顶山的隔离所，其他无家属接送的，是分配由游览车载走去车站。第3月7日11，对武汉包机登来台湾的台湾人，经过14天隔离，总算出关登去厝的。他们是废寝忘食啊，医护人员真的，我看到真的很感动，真的不好意思，谢了。我是一名自留在湖北的小学生，感谢政府包机，让我平安的回到温暖的台湾。用手写批甲画图，表达对这段期间很照顾的人上辛苦的感谢。不离过目前，500个有还未回来台湾人，其中包括152个囡仔甲学生，还有6个有新的护理人。他们的日子肯定是过得不是很好。那首先，孕妇不能产检，小朋友也不能上学，和家人团聚。
那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把他们接回来。是不是可以在一趟包机2架飞机，比照之前第2次包机的模式，一架华航，一架东航，这样可以接回400多人，那基本上大概差不多一半就回来。市政府表示，目前个留伫欧北的台湾人，拢赞成新包机登来台湾，才取消武汉的台商驻机关制。不过，即马官方意见不同，所以嘛唔知影要安怎。但无定讲武汉解封，我会当解除驻机，会当登去台湾。所以就讲，阮全部拢用包机登去。阮实在唔知影要安怎较好。第3批包机目前看起来还未确定的日期，市政府提出最新的统计名单，表示目前剩下差不多600个台湾人，有部分民众有真赶紧登来台湾的需求，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推动第3批包机给返台做业。记者综合报道。乌北省伫今仔日开始会当这个解除封城，武汉咱头拄嘛讲到是4月初8才会使来做这个解除封城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其实要去转机到这个北京，拢搁爱做这个病毒检测。中国咱即阵嘛遐开放着5个机场尔吼，对咱这个影响也是真大，因为咱讲。中国暗坎疫情的这程度，咱也唔知啦吼。虽然因一直话讲，咱最近零增加啦吼，但是这个部分真正爱该拍一个这个大的 question mark。先来带大家看讲哦，其实咱讲3月25开始，中国乌北省就是今仔日啦吼，就恢复着这个武汉以外地区的对外交通。4月初8咱嘛讲着吼，离开遮吼，这个管制措施自1月23这个封城，安尼拢总来结束啦吼。但是咱看到吼，因应这个部分，咱嘛是爱真惊吓啦吼。就是讲这个包机的这个方式哦，这个行政院长这个苏贞昌伊是讲吼，当然是欢迎咱的同胞回来，但是拢爱有这个注记吼，一定爱包机啦吼。回来了后嘛是爱集中检疫保护2300多万人的这个安全吼。过去的3月23的时阵吼，咱陈明通这个陆委会这个主委伊是讲吼，武汉是重灾区啦吼，爱谨慎。目前对中国吼武汉。并无解封这个部分啦吼，这个现主是武汉以外会当自这个上海、北京、厦门这个4个航线转来吼。迄当阵伊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徛家检疫，你只要14天做好势，这和其他所在这个无相共啦吼。所以，但是今仔看到行政院这个态度都较明确啊，伊就讲这个武汉若是遮个台商400多名、几来100名，这个若是要转来。你一定要用另类包机的这个方式，未取消因这个注记啊。头拄嘛讲到，因为这个疫情暗坎的情形，咱唔知影中国真实的这个状况。对，因为武汉这个疫情吼是足严重，大家拢知影。是。增加遐济，过来吼，即马最近一篇文章出来啊。是。伊讲用武汉这人去研究看嘛，大概有37000个左右是有感染，但是无通报的。无去验。无去验着啦吼。因即算说。感染了无症头的吼，但是有病毒的哦，有病无症头的，大概是差不多59%吼，有另外一个研究是讲86%啦，意思讲无症头比有症头较济啦，吼，佫有的位是讲虽然有症头，伊嘛无甲你检查，轻症做袂来啊，莫做，所以吼无即个加起来安尼个做一半以上吼，拢是无症头的，若安尼吼，伫即个武汉。咱会使感觉讲伊无镜头应该真济，但咱台湾无讲，咱台湾咱讲社区拢无，咱会使讲咱几乎拢无啦吼。但伊遐都足济拢有啦，是无镜头尔啦。所以伫这情形之下，伊这交欧美转来吼，小可无共，咱拢转来，咱爱甲伊建议啦。但是这个武汉因为较严重，佫起源地，我还是较小心者较好。所以若阵讲用咱真边遐严谨的吼，咱爱派人去遐看哦。看了后较会起来。若安尼第一次包机，因为无人看唱3个有发烧的，其中一个就感染嘛。但是第2遍去尔，哦，咱做得真好，转来佫拢无半个，即马拄要开放，要解除检疫啊，所以佫真好。若安尼，咱即个模式大家较有信心。但是所有的咱的台湾人若要转来吼，咱是应该爱欢迎啦。吼，即使有时有病，那么转来。爱直接检疫，较检疫出来嘛，无要紧，嘛是欢迎啦吼。对啊，咱嘛使动力。这是压力啦，压力，但是咱嘛爱家欢迎吼。当然，咱即马是暂时无欢迎外国人吼来台湾啊啦吼。吼，因咱是全球封关啊嘛，咱全球拢袂使来啊嘛。咱们希望咱的人尽量莫去啦。但是咱家己的人爱回转来。若回转来，因个坐即个
4个城市的回零机也会使过来，咱只无够完全封掉，但是呢，武汉这较特别，我是用包机较好，因为咱迄特别服务，会去派医师、护士去到遐，去甲你检疫了，该安尼对伊吼，伊要转来的人吼靠保障，较别讲南做伙，南做伙你搞不清楚啊你吼，安尼有先甲检查了，佮互伊提供较好的防疫设备，那安尼，我想逐个人吼。迄个会较安心。是啦吼，用透过包机的方式，头顶有即个专业的。较贵啦，包机较贵啦。但是为着家己的安全，因为咱该派医师护士去的啊。是，所以这个为着家己的安全，这钱一定爱开啦吼，唔好减少去啦吼。另外，咱要带来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在过去这个陈建仁，这个副总统这个面册头顶哦，嘛有真侪种这个说明啦吼，互大家来安心啦吼。过去伊嘛有一篇文章吼，互这个中国新华社是讲中国官方媒体伫遐骂来骂去啦吼。但是伊上新的这个做法是啥？伊就是看讲哦，这个各国武汉肺炎发生率和病毒检验性这个阳性率的这个关系啦吼。咱来看到这个部分哦，就是讲伊这是3月19号的时阵哦，伊分析官方这个公布这个病毒检验数超过这个15000人这个国家，若是你讲受检阳性这个比率啦吼，这个阳性率若是愈低，代表这个受检者吼包含了这个。愈济无感染这个部分啦吼，恁看到咱台湾哦，这是每千个受检这个阳性率排名是这个上低排第3名吼，差不多是5.0啦吼。另外咧，敢若较少这个阿联酋甲这个俄罗斯这个1.2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其实哦，这个第一张图，咱嘛看到讲病毒这个检验室这个比率若是愈悬吼，武汉肺炎发生率嘛是愈悬吼，这个相关的这个系数。有差不多0.71啦吼，咱看到这个国家内底，咱看到南韩，即个 Belgium 甲这个法国吼，这个南韩是27.9是上低啦吼，Belgium 是80.9，法国是167.4是上悬的吼，即嘛表示讲，这南韩甲 Belgium 可能检验较济无感染的这个部分啦。咱等下嘛讲到韩国这个做法是啥物？这个法国咱头讲着检验少，这个较少的这个无感染者啦。另外，看到第2张图，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这2张图是讲，这个武汉肺炎发生率甲这个致死率相关性的这个分析啊吼，伊讲这2个之间哦，无这个明显的这个关系啦吼。虽然讲意大利是发生率甲致死率都是第1名，咱看到这个图的这个上正边啦吼，意大利伫遮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英国发生这个率低，但是这个致死率较悬哦，可能是受到感染者吼，这个阳性的这个重症感染者较侪啦吼。这个 Norway 则是发生率较悬，但是致死率较低啦吼。遮要看到。其实哦，每10万人发生率接近1，咱台湾吼，伫这张图的上倒边遮吼，真正是讲最近敢若是这个有难产的，无法度对伊的这个感染源的这个确诊病例啦吼，所以这个伊嘛是讲到底要做普检也是无啦吼，所以咱要来看讲普检，其实对韩国来讲做了袂歹，咱过去看小连刷2-3礼拜前，因这个教会感染。互韩国人惊甲真惊吓啦吼，排嘴安尼人真济，但是因做啥？因做这个咱头拄讲到 drive through 啦吼，这个德莱素的这个方式。咱看韩国疫情会当放较缓，因的管制做法到底是啥啦吼？咱讲3月初真正是吼新增加1000病例啦吼，降到即阵是这个高日哦，敢若2位数。咱看到礼拜时阵差不多是60几个例尔啦吼，因这个政府防疫升级。所以因过去有这个 MERS 的经验，政府升级或者这个 KCDC 这个疾病管理本部啦吼，伊下骹这个有8部门5个流行病防疫有关系，并且咧，伫2018年有这个寒冷的时阵哦，有办过奥运这个大型这个活动，有实际演练过啦吼，所以因这步嘛会使做甲真好。咱看到头拄人讲到这个检测这个部分哦，这个升级体系提早来部署哦，亲像讲这个。试剂也是讲检测这个手段吼，过去检测这个能量可能是一天差不多几千个呢吼，即阵会当到每天吼差不多1.5到2万人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 drive through 的这个部分吼，你甲采检就是讲第一步伊会去问你的这个理由书，问了尾搁进一步检查你吼，这个防护人员
穿这个防护衫，去甲你做一寡这个采检啦吼。另外采检的这个干那10分钟啦吼。美国嘛已经咧做这款的这个试验嘛吼。其实因做着真侪这个 AI 这个体系吼，韩国即地做甲做好，但是美国嘛咧用啊，但是咱看美国即阵。真正是一个大流行的这个部分啊吼，咱阁继续来请医师来看讲，其实台湾敢有需要用到这个普检这个方式，但是咱嘛有看到侪这个案例啦吼，是伫这个机场，伫机场遮嘛有人讲，这个若有一个飞行机顶有一个人胃病，全飞机顶的人拢爱去做一寡检查，安尼敢有这个亲像这个咱讲韩国这种普采的这个概念。应该是安尼讲啊，就是讲，咱爱看咱目前的这个发生率到底是安怎来做这个进一步的建议。像讲，即马普检来讲，台湾是毋是有需要？其实我是爱拍一个问号啦，因为讲咱台湾即马目前的发生率无遮尔悬，咱即马要普检落，即开的钱是相当的大。韩国为什么爱普检？因为伊都已经大发生啊，你即马无甲人拢总掠起来的话，佫好传出去，都会像。意大利安尼，意大利一个瞬间，伊的医疗系统都已经崩溃去啊，伊的加护病房都已经拢电啊，拢崩盘了，你过来要安怎救？迄就无地通救啊！你过去怎啊讲要咱再过来做普检，迄就变事后要伫遐处理，迄就处理袂来。所以变成讲，伫咱即马即个时阵，就是讲目前的即个超前部署来讲，其实是有够的，吼当然咱爱将对遮所有可疑的部分，拢爱甲做采检，就是讲民众的意识的部分，其实咱嘛是爱来呼吁，爱来做提醒啦。就是讲，当然你来病院来讲，你有接触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你爱主动甲医生做爱甲说明，报告爱甲报告，爱甲说明，医师才有法度去判断讲，你即马这是潜伏尔，我爱搁甲你做第2次、第3次的追踪，也是讲，你即马都已经开始咧发生啊，安尼才袂有迄个闹交的，空窗期的时阵去闹交的了，后来即个怎变成一个爆弹，日后爆起来，所以也是讲，民众有这个知识，伊唔惊来遮做采检，伊唔惊来遮去隔离的话，咱大家病历拢掠会着，其实。这就较无啥物好惊，因为咱大家拢有家己甲掌握。所以这台湾掌握也算好啦，但是爱呼吁民众是啥物？有人唔敢去看病院，是啊，看医生，有人唔敢去。是啊，因为即马就是讲吼，因为应该各大病院啊，像阮中滨秀传吼，大概即个门诊的就诊量应该是降3成以下，有的科吼，甚至讲像小儿科来讲，5成以下。5成咧。对，所以像我。最近有一个儿上礼拜吼，直接就入去加护病房，因为就是惊讲来吼，就去用染着武汉肺炎啦，就唔敢转来，药也无食了，血糖冲到1200外分别入去加护病房，安尼就结果无治着病，结果单去治着这血糖悬，然后意识分袂去，即摆伫加护病房咧医，安尼无采工啊，所以就讲台湾目前并无遮尔严重的即个感染的部分，咱的慢性病的部分。其实是爱来甲做控制，你若讲慢性病有甲控制又好，其实你会治病的即个比例嘛无一定比正常人较悬呢。系啊，是安尼讲。医师，咱有准备着即个3张即个手板吼，互即个观众朋友看吼。其实咱嘛有讲到即个年岁较大的即个部分啦吼，也是嘛有讲到即个坐病例数，拢是安怎增加，特别爱注意的什么所在有啥物？好。咱即摆会当看到即个图表来讲啊，吼，伊即个就是一个统计来讲，咱若有慢性病的患者，伊即个治着即个新冠肺炎的死亡的比例，当然第一条线上悬的，即个就是心脏病啊，第2个悬的，即就是糖尿病，过来就是你慢性的肺炎，所以你看哦，你有心脏病，佮有糖尿病，既然治着肺炎的死亡率比你有本来就有肺病的人较悬呢，系啊。所以就是讲，咱有慢性病来讲，其实爱更加注意。注意以外，啥物叫注意？爱甲控制又好。你血糖爱甲控制又好，血压爱控制又好，你的心脏病爱控制又稳定，和医生做一个配合，安尼其实你就会当避免走入去动情的即个风险性。当然第2项爱甲呼吁的就是讲，为什么糖尿病爱注意呢？就是讲，这另外一个图表是来看吼，咱即摆老人家治着这糖尿病的比例啦，量要3个有一个就是安尼，老65嘿，65岁以上3个就有一个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毋则讲，咱这老人家佮有带着糖尿病的患者，一定爱千万来甲注意，甲这个血糖控制又好，伊才袂
染着病的这比率升悬，染着只是染着嘛，还袂走入去这动静这部分。是。佫爱呼吁的是因为吼，咱爱看吼，目前咱糖尿病协会统计起来，咱即马血糖有控制好的比例，控制好，甲2018年啦吼，有控制好的这比例是42%。是。所以表示讲有6成外的人血糖拢无控制好呢。所以我们才讲哦，这真正需要提出来做呼吁吼。就是危险族群。对，危险族群伫台湾是非常非常的大。是。所以咱个疫情爱甲控制好，无遮未来则嘛是一个负担呢。是。也看到一个哦，这就岔开去啊。有影，咱讲这个190几个例拢是境外移入，38个例是这个差不多是咱本土啦吼，但是。避免这个本土佫去烧化，就是你若是有动静，真正是摕病然后摕这个药啊，看医师，拢是爱做到够啦吼。对。都唔惊讲，唔是讲这个疫情即阵看全球安尼摊烧，都无去看病安尼啦，安尼嘛是唔对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咱头拄仔讲，为什么摕这个韩国例来甲台湾做比较啦吼？就是讲台湾也无需要做到这个普菜这个部分，但是咱台湾人做的这个方式，也是讲这个韩国做的这个方式，也是讲日本即阵嘛是控制了真好势。亚洲模式会当变做是欧洲的一个模范啦吼，因为咱看到欧洲即阵嘛是真正摊甲足严重的吼，所以咱先来带大家看讲，其实亲像这个西班牙这个地区啦吼，有这个出兵场变做是这个殡仪馆啦吼，这个部分真正是讲，因为这个死伤侪人吼，伫这个状况之下，因要安怎佫去做防疫，咱先做回来看。法国东部科尔尼蒙这间老大人照护中心怀疑有群组感染，老大人的死亡人数称悬，目前已经知影5个人身躯顶有新冠病毒。Par mois, on comptabilise habituellement 4-5 décès. En 15 jours, 3 semaines, là, on est à 21 décès. Et on déplore également encore une personne hospitalisée au SHED. On ne peut pas affecter tous ces décès forcément à l'infection Covid. 法国的疫情严重，时时风声林咧要1个月，官方拍算扩大封锁。Je parle bien d'une estimation parce que si vous posez la question à tous les membres du conseil scientifique, personne n'est capable de vous dire avec précision. 意大利20的死亡人数甲前一天比起来加8.2%，不过官方表示封锁的效果已经有出来，感染率变慢。全国封锁原本是4到2个，今卖延长。另外，官方强调严格禁止凊彩出门，违反规定的人会罚款400到3000欧元，等于是台票130到900。西班牙确诊的人数目前全球排第4，死亡的人数得要3000例。中大疫区马德里不治的病患挤逼太平间，历史政府征用附近的一座复合式出殡场，伫业者的同意之下改做临时殡仪馆。西班牙医疗资源严重不够，前线医护嘛得要挡袂牢，认为短时间内无法度甲疫情控制条例，互人真烦恼。俄罗斯为着掌控疫情，按10万支摄影机监控网络，用人民辨识系统针对隔离者监控。俄罗斯并不是目前唯一一个利用高科技对抗疫情的国家，台湾甲南韩正都有使用监视器、手机定位系统等来追踪隔离者。记者综合报道。全球的疫情炭烧啦吼，其实这个欧洲地区除了意大利以外吼，这个法国也是讲咱头拄讲的这个西班牙这个部分拢是真严重。另外这个美国即阵嘛是破5万例啊吼，这个病例数增加是真正真惊啦。尤其是伫 New York State 遮啦吼，这个部分真正来注意。但是这全球疫情的炭烧上重要，就是讲今年咱讲2020年。本早要办的这个东京奥运，即阵嘛是确定讲，可能是明年的这个热浪这要来办啊吼。对咱台湾的影响又是啥？对全球这个体育界影响是啥？咱先做伙来看。2020东京奥运甲帕运真正延期。We have to postpone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okyo 2020 to the year 2021 with the aim. To have it there at the latest in summertime 21. 国际奥委会 IOC 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暗时通电话讨论了后，发布延期声明。主席巴赫表示，为了运动员甲民众健康，才做出延期1年的决定。按照2020东京奥运的名会保留，安倍指出会甲 IOC 保持联络，负主办国家责任。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打ち勝った証として、完全な形で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を開催するために、IOC バッハ会長と緊密に連携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を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当然費用がかかります。でそういうものがそれぞれどのぐらいかというのはもう全くまだ我々数字を持ち合わせていません。
いわんやその数字を誰が負担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からの検討課題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这是奥运124年来第一摆因为疫情延后举办。东奥执委会表示，延期是危险，按个保护运动员、筹备者甲参与者，按造成偌济损失，该评估。经济学家估算，延期予日本经济上无损失超过6000亿日币，差不多新台币1700亿。对门票敢将退换，条例新闻不用奥委会签订的相关契约报道，门票可能无得退换。按个日本奥委会否认，表示合约内条款甲条件，无表示门票袂当退票。批评报道无正确。记者综合报道。头拄咱讲到吼，钱 Sir 是这回武汉肺炎的这个受害者吼，本地今年要伫公司报奥运的啦吼，这回嘛因为这个2020年奥运，咱讲确定是延迁到明年啊吼，所以今年奥运无法度报啊。无唔对，奥运哦，若讲延期吼，这是124年来第一摆，因为一个看袂到的物件是去延期。若讲是顺利伫7月间来举行的，是差不多全世界是206个国家，运动员、教练甲工作人员差不多是11000人，是会去到日本东京。你想看觅11000外人，运动员、观众。大概几十万，是，迄是偌恐怖的代志。现主时，即马全世界敢若非洲无尔，其他拢中标啊。是，这个情形若要讲起来，日本一直都不愿意松口，是，因为伊投入的钱足济，有影，差不多9500亿台币。但是即马若讲要延落，前期的作业啊，一定会损失，差不多损失到1700多亿。但是对于选手来讲呢，安尼是较安全啦。有影。但是选手吼，奥运是4年一摆，毋是逐年拢有哦，是4年一摆。所以对选手来讲吼，会当参加，伊一世人去拼的目标。美国有一个统计哦，选手会当连续2届参加的，敢若27%尔。27%。就是差不多8档的时间。嘿，伊的意思是讲，大部分的选手，超过70%的选手，伊一世人是敢来当参加一摆尔。有影。所以这摆对于介济迄个年岁吼，较大的选手来讲吼，伊已经若讲摕到参赛资格。是。伊本来的计划是讲，东京伊比赛了，伊就要退休啊。但是你搁互伊一年，这年对伊来讲是身体素质。可能嘛较歹去，伊敢有法度去保持着，迄种是足歹讲的。是，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少年的就较有机会啊。所以这拢是一体的两面啦。有影。到目前为止呢，东京奥运敢若各有43%的选手，伊的名额还没有确定，因为咱知影讲，奥运有介济项目哦，它是有客观标准的，像田径，像游水，那还有射击、射箭、举重，伊是有迄个参赛标准，你爱选手爱达标，你才能够参加。是。但另外还有43%的选手伊的名额爱不出来。是。所以，在咧过程中可能爱去参加其他比赛，来去做一寡这个资格会摕到啦。无对。所以，延一年对于很多的单项协会来说，伊是足麻烦的啦。但是。拄着啊，就是拄着啊。有影啦吼，这个高项这个比赛，尤其咱讲吼，济项目，亲像咱嘛有讲到这个，今年本地吼，这个年初咧讨论讲，这个601啦吼，咱台湾要做这个倒等于这个奥运啦吼，这张票爱摕到，但是这回这阵嘛先免拍啦吼，有影。当然，即摆是无法度，绝对是无法度拍的。是。好消息就是讲，东京奥运已经是。延期1年啊，所以对选手来讲，伊就较有弹性啊嘛。是。那明年办6强，这是看起来就是介合理的代志啊。所以对选手来讲，今年上重要的代志呢，就是先甲因本地的地白野球，迄个 Pro 野球先拍好。Pro 野球本来是讲3月14号要开幕的，是，嘛延期到4月28。3月28了，佮延到4月11，是延，不一直延的。咱会当拍4月11，即马看起来是一定要拍，是，
但是有限制，爱限制。150万。无选手，无观众嘛无要紧，关门拍，伊嘛要拍。这总是比日本、比韩国、比美国的野球有较好淡。是，但是嘛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讲，若讲无观众，对选手来讲，伊去拍迄个感觉热度啦，敢有法度去，但是对阮来讲，阮是转播的人员，阮会甲迄个比赛转播到，互大家足够较精彩了对吧？一直爱讲到，互恁足满意。啊，若无你也想看卖哦，为过年了后，大家咧烦恼的就是疫情。有影。啊，其实经济也是有受到影响，心情也受到影响。啊，你若规工就是安尼压榨伫遐。是。野球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运动，系国球呢。所以若讲会当拍，会当有想办法去避免一大堆其他的迄个因素，可以拍正常来举行。我相信啦，对观众朋友来讲哦，你规工屈住伫厝里，暗时6点半你会当看到野球准时咧拍，你心内有一点希望嘛？对不？是。这个代志较早伫美国嘛捌发生过。二战的时阵，介一美国迄个大联盟的选手，伊去征召去当兵，大联盟嘛是停赛。迄阵罗斯福总统看到因国内，若毋就是战死啦，拢是歹消息啦，战争嘛，伊就甲大联盟的主席找来讲，你们的比赛恢复吧。恢复啦吼。恢复。或者让美国人有一个信心，让大家心内哦有一个寄托啦，有一个寄托，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回受到这个影响吼，唔但咱这个职棒有影响，其实咱讲美国职棒嘛无限期来延前啦吼。啊，另外日本嘛是同款啦吼。所以咱台湾4月11日当看到棒球，嘛是爱真感谢这个防疫一地，也搁做了袂歹啦吼。确实有影啦。那唔是讲。咱所有的医护人员哦，为1月开始安尼无眠无即咱安尼操劳。是。那毋是讲大家心内相信我们的国家能够把这个疫情控制住，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看到比赛。真正感谢这个第一线这个人员，是咱医师伫遮啦吼。所以咱讲这个奥运延前到明年，但是也搁有一个寄望伫遐。过去期待足久啊，4档啊，尤其咱搁离这个东京遐尼近，大家有诶已经买好这个门票，这个大诶所在嘛订好啊，即阵延前落去，其实损失对这个日本当地人来讲吼是有损失啦吼，但是咱即阵也搁有寄望，明年也搁会使看到，即阵咱真正防疫即地做来做好，4月11日，咱搁会使看到这个咱台湾这个职业棒球继续来这个部分啦吼。咱先来看讲，其实2020年东京奥运延前。这个过程甲伊个按算这个损失有偌济啦吼，原定吼，咱本地是讲7月24到8月初9吼，要进行第17届有这个奥运啦吼。其实咱看这个过去东京吼是1964年，这个56年后吼，搁一摆来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啦吼。嘛是日本第4摆来举办奥运啦吼，2摆是这个。热人的时阵来办，2摆是这个寒人的时阵来办啦吼，是伊第6摆得到这个奥运会这个主办权啦吼。1940年代咧是因为这个二次这个世界大战吼来取消，这回因为这个武汉肺炎来延前一档啦吼。日本政府为着这边奥运投资金额差不多是3条日票这尔济，差不多是这个9450亿这台票啦吼。无论是讲停办延前，还是讲观光客吼减少，对日本的财政拢受到真严重的这个负担吼。迄当阵咱看到3月12日的时阵，美国 Trump 吼，总统 Trump 伊讲吼，这个东京奥运延前一档的这个建议啦吼，日本政府嘛伫3月13号，甲这个暗示吼，就是按照时程要来举办的这个计划，无要去改变。不过咱看到3月22日的时阵，加拿大就开第一枪，伊讲吼，无要派运动员来参加到这回这个东京奥运啦吼。连面的这个 Australia 嘛对咧这个做啦吼，所以咱讲3月24这个决定，咱看到这个首相，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咧吼，伊是甲这个 IOC 的这个主席电话了啦吼，确定东京奥运延前一档啦吼，至少受这个6400亿日票这个部分哦，可能是拍算去吼。不过这对这个运动员
的保护，也是讲保障是真正重要。虽然头拄咱这个前手讲吼，对这个较年岁较大的这个运动员，可能较无遐尔好啦吼，因为这个运动员本早这个生涯吼，都有伊这性命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对少年的这个部分，但是咱讲全球疫情咧炭烧，这个保护运动员徛伫这个立场啦吼，真正要甲保护起来。咱这个部分，咱嘛看到已经 NBA 一人拢这个得标啦吼。这个部分若是讲奥运真正拍落去，伫头拄咱讲的，遮尔济这个运动员，遮尔济这个观众，日本若是变到是亚洲摊开，这介严重咧。对啊，因为遮济人来吼，日本无办，当然无选手来，毋是无选手来，是全世界足济人要去啊吼，迄个观光的效能，毋是讲已经开将近1亿个台票，是伊要收入部嘛无遐啦，无能收入。但是吼，咱台湾若真来办吼，这我是一个真大的压力啦。这个压力吼，我会使讲讲 NBA 球员啦，毋是因为拍球掉的啦，因为是我去食面啊啦，去便所啦，去摸来摸去，去摸掉的啦吼。所以若真这个球员要拍，伊敢若拍球，当然会近距离接触，这个部分爱好好来甲因保护。所以保护毋是讲挂嘴啊，嘛是好好甲因教育，讲啥物这个情形你会感染，若安尼就袂感染，搁了，逐个人爱换砖啦，要洗手啦，所以这方面讲得足清楚的，应该是还安全啦吼。因为无观众嘛，吼，无观众吼，这是有一点遗憾无毋对啦。若就讲有观众当然如何，若有观众吼，这个爱逐个人爱去考虑一下，搁较注意啊，吼，这注意这观众的教育吼，嘛爱足注意啦。台湾即马目前现在全世界讲逐个拍扑啊，是因为吼，咱伫即个人权吼，是要封城封院。还是讲交这个防疫，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各种互攻再开放，这是减少接触是较袂传染，但你即摆搁增加接触是较会传染。但你这两个拿呢真困难。台湾是全世界即摆讲拢卖封，但是我都通日常正常生活，日常正常生活。但是吼，搁疫情控制也足好的。这一方面爱感谢咱政府吼。算真快速专业啦，嘛爱感谢咱全民吼，有教育了袂歹，大家拢知影讲安怎保护家己较好，毋是讲逐个啦，大部分人啦，有一寡吼无乖，我跑含伫监狱中间跑走迄吼，迄改革法啦吼，逐个人有即个共识讲，为着咱生活会当正常，至少生活正常，这是一个快乐嘛。来咱去看野球，当然愈爽。但是这爱逐个爱小可互相牺牲，即摆已经有互相牺牲啊。这大个活动大家较无去啊，餐厅嘛较少人啊，含高铁嘛较少人坐啊，飞轮机莫讲飞轮机足少人坐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咱其实没有封城，咱有功能性封城的效果。意识，但是变成大家牺牲一部分，但是吼，大家人吼，去享受这个日常正常生活，这点全世界是足欣赏。是啦吼，不过咱讲到这个运动员这个部分啦吼，这对运动员若是真正确诊，伊这个细胞。可能是纤维化，另外还有其他这个镜头吼，临床上，咱嘛看到过去有一个确诊的例是这个飞人员吼，是这个羽毛球的这个飞人员吼。对于这个，伊虽然毋是真正的这个运动员，但是伊飞人可能这个内部的这个感染嘛是爱去讨论。但是咱讲运动员若是得病，伊这个镜头若出现，对伊这个运动生涯是毋是拢规个嘛是乌有去啊？因为即马安尼讲吼，就是讲。咱运动员一定爱甲全身躯的细胞练甲上top步啦，你也无练到迄个地步，免啊含正经这世界第一名。所以即个你的内部无调养到一个上好的即个阶段，无达到，搁来去得到即个动静，当然对身体是一个磨损啊。你磨损了的即个身体，你免啊讲有法度去含世界其他的即优秀的。top 部的这选手来去做竞争，所以就是讲，当然运动员应该搁更加少一地，就是讲你爱保持上完美的这个身体状态，才去应付这个奥林匹克，安尼才有机会讲会当摕到这个冠军，摕到奖牌安尼。有影吼，所以对运动员来讲，家己的这个保护嘛是真重要啦吼。这个部分咱嘛，透过医师安尼讲，就是讲你家己这个身体，你若要甲人做竞争，这个部分一定爱。佮你保护起来，亲像这个地主英就是真好的例。对，伊伫这个英国比赛了，佮去家己这个徛去隔离啦吼。咱继续来请前 Sir。
戴资颖哦，就是咱最近唯一会当看到的比赛，就是戴资颖伫全英公开赛，即阵过来顶播啊。对，啊，伊对家己伫比赛期间，啊，甲倒来台湾了后，伊家己的自我管理做得足好，伊也知影讲即个物件，若讲选手得到，迄是非常的恐怖的。肺部纤维化是不可逆的，是袂当搁等去的。你选手若得到即个物件，你的肺活量一定受到影响。所以100%的选手拢足惊即个代志。所以进前是安怎加拿大开第一枪讲，不管你日本要办无，伊的选手就是无爱去。啊，欧洲嘛讲无爱去，即马连美国嘛讲无爱去。当然，即几个国家拢是top 的，拢是成绩上足好的国家。啊，你若这国家人无爱去，啊，规去延期算啦，好无？所以真正延期啊啦。延期啊！咱讲 NBA 较真的过去，咱真爱看这个篮球，Dream Team 啦吼，这个 USA Dream Team 的这部分，因无可能派因这个选手，伊其实嘛是这个较真啊吼，啊无可能搁派这个风险遮大的这个部分，搁互因这个参赛。尤其咱头拄仔讲到，这个细胞纤维化是无法度搁回倒转去伊原在这个功能吼，所以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真正是徛伫这个保护的这个立场啦吼。啊，其实咱头拄仔嘛讲到，台湾一个即回会当防疫做甲遮好势啊，会当互这个4月11这个中华职棒会使搁一届吼来开始拍啦吼，互真侪观众有期待啦吼。啊，咱嘛讲到即回这个6场日虽然讲暂时无要拍，但是对这个红一中，咱头拄仔这个私底下嘛有讲到啦吼，讲伊这个打会使放较缓一下啦吼。上少对伊来讲哦，伊有较侪时间会当去思考。是。伊即马上重要代志，6场日delay去啊，哦延期去啊。伊即马上重要代志，就是甲富邦悍将这个伊即马新的球队，今年的成绩爱带好，因为伊是第一位教练啊，这是伊的功能所职责，对伊的职责。啊，伊已经确定讲是到明年奥运一进前，若讲国家代表队会当摕到奥运的棒球门票，伊一定是教练。啊，若要安怎摕到门票，6强伊就爱带球队去嘛。就是这个逼脑筋啊，吼，都要想清楚。现主席伊就较侪时间去做思考嘛，伊就免伫遐哇，遮短的时间内底，搁要顾搁要顾迄，顾到尾也是头壳摸咧烧。即摆有较好啊啦。是。现主席会较侪时间去做更多的思考。搁较侪这思考啦，吼嘛，互这个台湾的这个野球，除了这个职业棒球好看，咱嘛会使期待讲，这个明年6场日，还是讲明年奥运，咱真正登去到这个奥运，会当过去咱敢若银牌啦吼，这回会当摕到这个金牌，啊，就是这个选手爱保护家己，啊，这个防疫这个期间嘛是爱做好势啦吼。头拄这个前事有讲到，这个转播的时阵。爱画卡这个有精神的吼，这个观众朋友有敢若伫这个现场的这个精神。可能伫6月以前哦，现场的观众拢无讲介济啦，因为各个县市可能拢有一寡限制啦。哦，但是我较早嘛捌当着过。哦，2003年的 SARS 的时阵，观众朋友入场去看球的时阵，嘛是爱量体温，因为 SARS 甲体温有关系嘛。迄阵我嘛捌当着过，哦，现场嘛是捌，敢若几百个人，迄种的比赛尔。即马看起来可能啦，吼，4月11了后，伫6月之前的比赛，拢差不多拢是几百个人尔。但是咱有法度是，甲现场的差不足烧的。是，有人讲这个开放哦，这个差不多100个有这个买这个贵票的这个观众入场啦吼，啊，所以真侪人也是透过这个线顶啊，是讲这个电视的转播啦吼，啊，其实咱讲前事是伫这个富邦伫遮吼做这个专辑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希望这个未来这个方式会使有参加什么款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模式，会使互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讲这个线顶的这个观众朋友来做互动无？咱即马伫转播的过程当中吼。电视头前的朋友呢，会当透过互动，对，透过互动的机制哦，你会当发表你的意见。是。所以你伫厝里看哦，你会当想讲，今晚这个球员太安尼倒啊，这个教练太无迄个战术，你可以去发表你的看法。现在有这个机制了，所以伫厝里看球，
嘛别讲改不了啦，别讲改无了哈，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部分真正因为这个疫情有侪种的这个方式啦吼，科技的方式会当做回来讲，甲过去这个球场的这个看球的这个快乐的这个方式，甲吹倒转啦哈。啊，透过这个主播的这个方式吼，报球的这个方式，吼，我努力。你努力，这个潜水这个功力一定是会使啦吼。所以咱回过头来看讲，其实全球疫情的团影响的是这个全球人民的这个安全、性命的这个安全啦吼，健康的这个安全。啊，伫这个体育界嘛，这回嘛是受到影响啦吼。啊，希望伫咱台湾这地防疫这地，咱讲徛家检疫，唔通拍走。这个拍走的人吼，最近嘛是掠到几来啦吼，100万都甲发落去啦吼。所以这地咱伫超前部署民众的这个思考嘛是爱做好着啦吼。是，啊，尤其即马吼，即马为外口入来愈来愈济啊。啊，我头有个特别讲着讲，入来的人有的人是无镜头，还是镜头还未出现。啊，是有人食药啊。前有期你唔知啊。所以伫社区的感染，恐惊愈来愈不可避免。所以这个不可避免，要安怎避免？这是靠家己啊。因为政府唔是无爱甲封，个封无。控袂掉啊！伊入来个无症状嘛，啊，所以即马讲按靠家己，一定要做好健康管理。是，家己整理也好，还是讲家己虽然无出国嘛免整理，但是你家己保护家己，有啥物镜头可以去看医师，唔通我无爱去看。啊，但是吼，若准有迄个代志吼，该尽量当处理。